又是苏梅跟王老师啊，他俩的关系最近可是突飞猛进的。看来这个苏梅已经将魔爪伸向了王老师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再说了，苏梅他们和咱们作对又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哎呀，有人要吃醋啦！贱人，欠收拾。老规矩，1对1 PK， 赌注是什么呀？输的一方不许再找王老师。怎么着，怕了吧？才怪！说吧，比什么？骂人不带脏字儿，看谁骂的时间长。就比这个。苏梅，你犯规了。他们先不地道的。人家现在这个真是挺好的，比上次那好太多了啊！好就好呗，祝他们俩百年好合。你就不怕人家博士真结婚啊？结婚多好呀！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他想结婚我也拦不住啊。你这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嘴硬。人家人真是挺好的。那你跟他好呗。雷珊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到时候后悔来找我哭啊！我怎么可能后悔？要后悔也是他后悔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你好呀。小心点。啊，哎，他好乖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这匹马叫闪闪079。闪闪079。对。你为什么叫闪闪呀？闪闪，闪闪，你好乖呀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过来点。闪闪，闪闪，你好。你好呀，你好呀。
看看我嘛，你看看我嘛，看看我呀。嗨，别碰他！别碰。没事，对不起啊。刚才你看的那个地方呢，是我们马场的马房，我们基本上所有的马啊。刚才我是不是不小心得罪谁了？你刚来我们这儿，你能得罪谁啊？你的同事好像不太喜欢我。没有，都是你想多了啊！别瞎想。可是那个闪闪，好像挺不高兴的样子。哦，闪闪啊，那闪闪啊，他性格就那样，他说话呀比较直，做事呢也比较雷厉风行。不过你放心，他是个好人，对你没恶意。你们俩，嗯，是好朋友吧？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咱们什么时候正式谈合作的事儿啊？啊，我已经跟田总约好了，咱们下午就可以直接面谈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珊姐来了。哎，珊姐，这酒不能喝啊！这是给客人的酒，珊姐，你喝客人怎么办？加冰吗，姐？再重新拿2杯。借酒消愁，愁更愁啊！我愿意。珊珊，醋喝多了可是会伤胃的啊。我喝的是醋吗？我明明喝的是酒。田总，这位是诺亚农庄的健康顾问小雅，她想把他们农庄的有机蔬菜推广到我们马场，所以今天我特意约您出来跟她谈谈。田总，真抱歉耽误您时间啦。哎，没事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现在这个 organic 的蔬菜倒是蛮流行的，而且市场潜力也不错。哎，您说的特别对，像我们农场呢是遵循季节规律，绝对不会使用化肥、农药这些东西，会让蔬菜用最自然的方式健康成长。没错。现在你说这天然的东西啊，是越来越少了。是，你就拿咱马场来说哈，给马吃的主要还是以这个人工调配的饲料为主。你像我们农场呢，还精心培育了一些具有保健和养生功能的养生蔬菜，像穿心莲呀、秋葵呀这些蔬菜，都含有大量的微量矿物元素，无论是对人和动物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听起来有点意思哈。哎，田总，我知道咱们马场的饮食也是非常的细致和讲究的，所以我觉得咱们2家可以合作一下，我们的东西肯定非常适合你们。博士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有机蔬菜确实比普通蔬菜适合我们马场。您想想，我们的会所可以用，也可以给马加餐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尝试一下。那这样吧，小雅，你能不能先做一个 PPT，然后我们开会时候仔细讨论一下，好吗？好呀，田总，这个没问题。那行，我那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。那博士，你等会儿带人好好转悠转悠啊，带人玩一玩。有人想骑马吗？想一马骑去啊。真的。哎，谢谢。谢谢田总。哎呀，博士，你还挺够意思的啊，居然替我说好话。那如果咱们2家合作成功的话，记你一大功。你先别着急给我记功，等你们真的把合同签了以后，你再好好感谢我啊。没问题，到时候请吃好吃的。行。这是情趣家具，在这一系列的设计中，
我想让情趣充斥着整个家庭生活。太大胆了吧？啊，而且有点小众啊，对吧？咱们要考虑到广大消费群。虽然年轻人需要有情趣，可是你这个年轻人这个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嘛。主管，你想啊，每一对夫妻都可能遇到因为相处时间久而产生厌烦的问题，渐渐的就没有新鲜感了，激情也就消失了，生活质量就下降了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哈。对，情趣不同于色情。哎，对，不同意。其实夫妻之间只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变，就能让生活马上焕然一新。就像金融危机时候的一句广告语：“情趣内衣，拯救金融危机。”太棒了！我们将和马场进行一段时期的合作。那除了将有机蔬菜引进马场会所之外，我们还会由马场的医生出4季的食配方案。我们将结合农场最先进的技术，全力配合，争取按照方案呢有计划、有阶段的给马配食有机蔬菜。Professional。谢谢大家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有意见。我觉得有机蔬菜对于我们马场来说成本太高了。这一点呢，请大家放心，因为我们是初次合作，所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想先签合同，成本由我们来承担。希望这一次可以把口碑做出来，这样有利于我们下一步长期的合作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双方的风险都能降到最低。那还要感谢诺亚农场方面啊对成本上的让步。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，诺亚农场和我们唐人马车俱乐部距离挺远的，怎么能够保证蔬菜运过来会是新鲜的呢？再说了，运过来的过程又是需要成本的。这一点也正是我接下来想和大家说的。我们诺亚农场每天都会有专业的车和人来进行配送，保证在第一时间把最新鲜的蔬菜交到大家手上。最重要的是，各位亲，我们是包邮的哦。好，只要能够保证最新鲜啊，保证品质，其他的没有问题啊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好，要没有意见的话，那我决定跟诺亚农场先签1年的合同，好吗？好，田总，那我们就合作愉快。好 ，Lucy， 回去捋一下合同。好漂亮啊！你看，情况不妙，雷闪闪估计又要爆发了。一骑战备。有机蔬菜有什么好吃的？死贵的不说，还得总来马场配送。田总这个白痴居然还给答应了，气死！你觉得这事儿跟菜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啊？这事跟菜没关系，跟什么有关系啊？说的那么好听，健康顾问，说白了不就是一卖菜的，对不对？人家和马场合作，你生那么大气干嘛呀？我愿意。冬眠能生孩子，我连生个气还不行啊 ？Baby， 我生孩子跟卖菜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闻到一股酸味，我都快被博士给气死了。他一定是被那个小妖精给迷惑了。他要往马场里送有机蔬菜，一送就得送1年，他不得天天都得跟他见面吗？这个小妖精，气死我了 ！Baby， 你看看书吧，看书能静心。咖啡还是让我，别扔杯子啊。你想上哪儿去？博士，我让你给我过来！小点声儿。
再把马给惊着。啊？那女的怎么回事？老实交代。哪女的呀？你还装蒜啊你？就那卖菜的那个，还说是什么健康顾问，你是不是又回老家相亲了？哎呦，什么相亲啊？你们俩怎么跟我妈似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回你们又误会我了。误会你了？误会你什么了？不是，你要是真是对雷珊珊有意思的话，你就应该在意一点她的感受。那雷珊珊对你也有点意思，所以你不能这么惹她生气呀！你闪闪生气了，为什么呀？你是傻呀？你还是傻呀？我看他是真傻。你既然是对雷珊珊有意思，那你能不能主动点追她呀？你不要等到失去机会了以后，你再后悔莫及，行不行？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走，想想吧。我刚刚说的行吗？有没有漏掉什么？层次鲜明，掷地有声，说的特别好。可这木头能听得懂吗？你都说成那样了，他再听不懂，那真是大笨蛋大木头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他一天到晚吞吞吐吐、磨磨唧唧的，我要再不说他，他简直就是不行了。哎，你们家模范丈夫来了。哼，别这么说我啊，我会骄傲的。哎，咱们姐妹几个就你最幸福了。您俩要是再能要一个 baby 的话，那简直就是完美。你是不是觉得怀孕很苦，想让我跟你一起受苦啊？赶紧生一个吧。好吧，走。那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冬眠，来的正好。亲爱的，咱们去做产检吧。对，第20周了，该去了。今天就能看到是男孩还是女孩了。上车吧。上车吧。冬眠，咱俩结婚了好多年，我了解你，我能照顾你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。怎么说，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你曾经说过，你只付出了一半，而我是全部。你不要忘了，按法律，这是我太太。对，冬眠有可能不会跟我结婚，但是你们那是曾经，而我和冬眠有无数的未来，还有这个肚子里的宝宝。哎呀，好了，只不过就是做一个产检而已，何必要这样呢？麦克，谢谢你来看我。来，慢点儿。行了，博士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哦，好，还辛苦你跑一趟。没有，还是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咱们合作也不可能这么顺利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就是起了个牵线搭桥的作用。你路上小心，到了农场以后给我发个短信。还有那个我妈呢？你放心吧，阿姨那儿我有时间一定会多多去照顾的。至于其他的，你也放心吧，我会帮你跟她说清楚的。哦，你都看出来我想要说什么了。我又不傻，怎么说咱们俩也算是朋友了吧？啊，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和闪闪不只是朋友的关系。你喜欢他，对吗？是。女人都是有第六感的，我也能感觉出来，闪闪其实他对你有意思。哎，博士，我说你得大胆点儿，这么好的姑娘，赶快自己去追求啊！我那什么，别那个什么了，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，自己好好争取吧。啊，走了。
哦，对了，阿姨那儿，我帮你摆平，加油。噔噔噔噔，这什么呀？怎么还照着？想知道吗？亲我一口，我就告诉你。嗯。不亲啊？那你求我，求我，我告诉你。偏不，我不看了。哎，老婆，哎呀，那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看一眼呗。好吧。老公，你怎么把这个买回来了？喜欢吗？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买回来呢？因为我知道，这是我最最亲爱的老婆设计的，全球首发，仅此一个。老公，我爱你。哎，老婆，要不然试试这个新沙发的效果怎么样？走。我见过各种男人，骚的、色的、同性恋，喜欢搞人的，喜欢被搞的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又喜欢搞人，又喜欢被搞，是第一次见。今天的安排还满意吗？让我来。闪闪079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怂啊？啊？之前他要成立走婚俱乐部，我是违着心的，我鼓励他。后来王老师回来了，啊？王老师回来这事儿你知道吧？啊？我又想着要退出，可是现在呢，这走婚俱乐部也不在了，王老师也走了，可是我。怎么了？你也要喝两口啊？啊？这你不能喝。不行。你说我是不是该豁着你一次？啊？雷珊珊，你现在什么都别说，先听我说。我愿意让你给我画幅裸体画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是认真的。我。你先进来再说吧。